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做起立，咱用这首诗歌伫遮来学乐敬拜咱的主。我的心切切希慕你，我的心切切希慕你，亲像落希慕的水。 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希望来敬拜你。你是我的，你是我的归乐典范，我心念多多的阿婆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希望来敬拜你。我的心啊，我的心切切希慕你，亲像落的雨的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希望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快乐，你是我的快乐典范，我心念多多的阿婆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希望来敬拜。对咱的主讲，你是我的快乐，我的底牌。你是我的快乐典范，我心念多多的阿婆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希望来敬拜你。我希望，我希望来敬拜你。咱们做伙来感谢咱的上帝，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我要一世人摇我今生。 我摇我的时，要我的上帝唱我和乐，愿意了我的情情想做合意。我要因为摇我欢喜，愿做人伫世上上美，愿快乐拢无去。我的心神啊，着和乐摇我，恁着和乐摇我。 兄弟姊妹，咱做伙开声来感谢祈祷。伫过去一礼拜上帝安怎引带带领，无论顺境逆境，咱拢开声来学乐来感谢，咱开声来祈祷。我感谢你，你是什么好呀？你非常丰富的我们所敬畏你的人，凡事感谢，凡事为你来祈祷，因为你是欢喜上帝大爱好面所就敬畏。 互阮有心思意念、感情意志的主，帮助阮有受上帝的想法，互阮伫主耶稣内底常常喜乐。虽然阮知影挂喙安无啥方便，无啥爽快，总是你犹原透过安尼怜悯阮台湾，互阮会通伫你的保护看顾的面，拢会通安居乐业、平安徛起。愿主所愿。 也互阮会通时时献上感谢祈祷，无论阮的啉食、阮的行踏，阮也伫休困，阮所做的，因为主你看顾阮、赐阮，互阮到也阁有存的上帝，阮献上感谢祈祷，恳求靠耶稣叫圣名，阿门。请坐。咱为着咱的国家城市来祈祷，主的话安尼讲，听人祈祷的主啊，既有血气的，拢要受困你。最后较赢我，
轮到阮的过失，你拢要赦免。你所拣选，互伊成群你，踮伫你的意内，即号人有福气。愿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咱为着咱国家城市来祈祷啦吼。最近引起风波的就是这个中华的检验这个血清吼，这个会佫有最近开放的美国牛、美国猪吼，当会引起对产业的冲击，佫有伊制定的迄个安全的标准吼，真侪遮拢会引起吼侪遮不满。咱恳求上帝吼，执政掌权的有智慧。所做每一个决策，拢是有利益咱台湾的吼，佫有对方常常要讲要甲咱拍，要安怎吼，所以制造遮个恐吓。咱恳求上帝，咱为因祈祷啦，为遮执政掌权的祈祷，捆绑遐个黑暗关系吼，控制人的心吼，想要侵入迄款的心吼，偷放，因为是后壁迄个黑暗关系咧控制。所以咱为祈祷，互因知影捌上帝，就会当和睦徛起。咱开声来祈祷，咱为着即个土地百姓，人信主来祈祷，来开声来祈祷。台湾这土地，我知所面对的这内部的忧患、外口的恐吓，主啊，只有你，我哋我靠主你。感谢你，你互阮成长伫台湾即个土地，让阮也看见有侪遮无共款国家的居民做伙徛起伫即个所在，帮助阮会当认同即个土地，也求你除去一切外在的遮个攻击、内部的遮个对立。愿主所特别互咧决定遮个美国牛、美国猪的进口入来台湾遮个决策，主啊，恳求你来帮助，互阮的执政掌权的有智慧来做每一项的决策，是会当伫上帝你的念里来利益伫即个土地百姓来做这个决策。愿主你来赐福，帮助阮会当伫你的稳定的顶面平安过日。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咱也要为着咱家己本身心灵的需要，做个话安尼讲：坚心我靠你的，你要保守伊10分平安，因为伊我靠你，恁着我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主耶和华是永远的相伴。咱为着心灵的需要，为着咱的婚姻感情产业。为着这个工作事业，为着咱这边青年，过来后礼拜就要开学吼，这礼拜，咱为着这个青年因的新的环境吼，上帝智慧跟三同在，咱为着人甲人中间会通徛起，会通和睦徛起吼，咱来献上感谢。如果你若伫即几方面有需要咱会同工为你祈祷的，你会通徛起来吼。也是坐咧，拢会使。咱做伙来祈祷，你若有需要，你即时你会通徛起来吼。咱做伙来祈祷，来感谢。
过得有富裕，阮的身躯是要过得有丰富。愿主赐阮心身的拢行灵魂体得到兴盛，也帮助阮会通伫遮来得到主你医治的权能充满帮助，互阮会通经历你所赏赐的智慧供应，也互阮会通伫阮手所做行通顺利。愿主引带阮头前的道路是充满有稳定的油在滴。愿主赐阮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叫圣名。阿免。咱最后也要为着今日的礼拜整个对头到尾来祈祷。咱用主的话安尼讲，来啊！咱就脚脚敬拜，为了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有赐的百姓，是伊手的油。今日恁听伊的声，就唔通硬恁的心，亲像伫米利巴，亲像当日伫旷野的玛撒。愿上帝来帮助咱为着咱家己甲上帝有好的关系建立即个和谐，甲上帝当徛起。咱为着今仔日下昼3点为着事前传道要服务这位青年牧师就是今日礼拜顺利求上帝来掌管。咱伫即礼拜六以后真理课程，还有小会问道理几位6位要洗礼，还有3位的虔诚信仰个别小仪式等等咱为着这来祈祷。上帝透过咱的教会伫友爱基金来帮助老兄弟伫生活困难的时阵，会通伫遮彼此来帮助，会通透过这个供应会，会通伫遮感受上帝的疼。所以咱为着这个友爱基金，咱会通感动，就为着这个来奉献上帝透过你诚做一个施恩所的管道来祝福更较侪人，因会通伫供应的中间感受着上帝的恩典。咱作为起立，咱开声来祈祷咱作为起立。阮伫礼拜中间来敬拜主，你是迄个无变主，主啊，你是迄个来，互人高兴，互人会通得到关键，帮助阮伫礼拜中间来遇到你，会通伫敬拜中间到达去找你应允心事伫阮中间。感谢主，阮每一天透过你话真理，叫阮得到自由。主你的拯救帮助阮，行主你。因为上帝，阮何乐感谢你，因为你赏赐你的话，互阮会通灵魂清醒，互戆人会通得到智慧，也会通互迷失的会通行伫正路。阮感谢何乐你，因为透过礼拜阮成分，也互阮倒转到伫每一天的生活时，你为着正做阮头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带阮无偏左无偏右，拢行伫主你稳定的道路。互阮每一天透过灵修祈祷，知影上帝你的心意，会通按照你所应允的祝福，会通领受诚做稳定有得到福气的子民。愿主你赐阮，阮也要同心用主你教是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正，你做的亲像伫天里。阮的日生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救我出离的歹。伊国权能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恁着学了耶和华，我的心你学了耶和华，我的心要学了耶和华，我要我的时。要唱歌学了我的上帝，真诶兄弟，咱要伫大声学了当中来经历主的权能，领受主的慈爱。咱相信透过大声来学了，所有一切忧闷、一切的惊吓受气，拢要来一切负面的情绪，拢要断开。因为主的慈爱比生命较好，咱的嘴要来开声学了耶和华，
这时咱来三脚出声来敬拜阿罗咱的主。我的心啊，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阿罗耶和华，因真实敬虔心是阿罗伊。你的一切拢在虔诚，你的地位大权力，咱听着阿罗敬拜来回应。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阿罗耶和华，因真实敬虔心是阿罗伊。你的一切拢在虔诚，你的地位大权力，咱当着阿罗敬拜来回应。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谢上帝为爱来感谢。我的阿罗伊，全心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独一的真神。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阿罗耶和华，因真实敬虔心是阿罗伊。你的一切拢在虔诚，你的地位大权力，咱当着阿罗敬拜来回应。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谢上帝为爱来感谢。我的阿罗伊，全心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独一的真神。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谢上帝为爱来感谢。我的阿罗伊，全心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独一的真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谢上帝为爱来感谢。我的阿罗伊，全心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独一的真神，你是创造万物独一的真神。哈利路亚！现在咱用掌声，咱将一切咱希望咱敬仰到上帝。哈利路亚！现在，真兄弟，咱彼此三脚来努力，一脚步，一里路，咱来活出耶稣的生命。你看着我的心，你看着我的梦，你看着我的疼惜，你看着我的情，我愿意当我的名。一水的故事，亲像一位初开的花，予人看着伊的色彩。我愿你的心，我有你的情。一句话，一首歌，讲出耶稣听人的问题。咱来斗阵行，咱来斗阵快乐。一脚步，一里路。活出耶稣的生命。现在咱就常常照念主的话，思想耶稣的疼，啊稳定的记号，真实的动作，咱就活出耶稣的生命。咱将一切荣耀归乎天顶北的上帝。咱来做伙探命。你看着
感谢罗你，阮会通三甲自首学罗敬拜是你的恩典，因为阮看见全世界还有侪国家伫迄个严重疫情的中间，主你也互阮会通伫即个互相扶持、互相代祷，为着即个国家城市来祝福的时，我就看见上帝你伸出你的圣手怜悯，互阮会通做伙伫遮透过学罗敬拜。你恩典拍开想厝，互既然敬畏你的人，无论大小，拢会通得到福气。啊，愿上帝祝福透过礼拜，互阮会通亲近你，你的真理对阮显明，叫阮心灵得到自由。伫礼拜中间，阮也要领受恩典，对外也要宣扬你的福音，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要共同来吟圣诗，学了上帝圣诗248首，我的上帝全能君王圣诗248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早伫个，现在伫个，永远伫个上帝。愿到你宝座前敬拜你，感谢阿拉，你有恩典有怜悯，来到你面前的人，你拢无要放杀，也无要离开伊，因为你的恩典慈爱永远甲阮同在。感谢你做阮的牧者，牧养阮一生到永远。伫阮所行的路上，虽然有时跋倒、摔伤，总是你的拐、你的腿，拢安慰扶持阮。主啊，你是摇花撒浪，真正的平安你手束。感谢你拣选阮做你的囝儿，将平安放伫阮的内心。坚心倚靠你，拢免惊什么。阮有平安的7月暝，虽然经过死山谷。也毋惊灾害，你会甲阮伫咧，用话来安慰阮，诚做阮的保护，有平安缀阮一世人。自当阮愿意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由你怜悯饶恕阮，用你伫十字架顶所流的宝血来洗清去阮的罪甲不义，圣神帮助阮无受着罪捆绑，互阮会通专心听你赢过一切。用耶稣基督做至宝，愿你用敬虔的态度来领受你生命的话，愿你诚做正直的人，恳求你加添智慧，互阮逐人相存着谦卑温柔，彼此互相尊重扶持，包容赦免，常常到主你的面前，祈求主你的旨意，凡事仰望上帝，互阮诚做一个属灵真正得胜的基督徒，学习耶稣基督你的款式，有好的所行，为你来做美好的见证，荣耀上帝，互别人因为我同齐来得到福气，得到天顶的基业。祝阮这是也要为着现在心灵正伫咧受苦、受难、患难中具体来祈祷。主啊，你知每一个人的欠缺，你知每一个难处，因的需要你拢知。主啊，你是摇花拉法医治的上帝，
耶和华以勒，你要有比甲供应，但愿你的慈悲怜悯，光照每一个囝儿，照着你美好的旨意，甲你的主权，是阮祝福伫每一个囝儿身上，互因的心心灵通得到医治好望，伫主内面享受真正的平安甲喜乐。主你搁一遍来转化，互因得到丰富因的人生，重新得到信心甲盼望。是啊，主你的话讲，既然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要得到富有荣耀，活命要做因的首事。敬畏上主的人，无论大小，你要祝福互因。但阮也要为着今日保阮的丰富特会感恩礼拜。要来一礼拜久，所有要进行这事工、以后真理课程、小的问道理，种种的事工，拢交托伫主，愿主你保守。也为着友爱基金因所做每一个事工，拢会当合理上帝旨意，互才会受到帮助的，这每一个肢体因心灵得到安慰。是阮祝福因，也感动更较侪兄弟来关心奉献，互这个基金拢无欠缺。有需要的拢通得到帮助，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恭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这是咱要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伫圣诗的后面第49，也就是以赛亚55章。圣诗的后面启应文49，以赛亚55章。咱做来启应，来喙内的人才有水。来买酒，来买啉，恁哪着开钱买卖才一个米？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米通食。趁找着上帝时，就来找伊。歹人着离开邪恶的路，着归向上主，伊要怜悯。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天比地遮尔悬，我的道路比你的道路嘛则加较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阁倒转。要互夜景的有种子。对我的嘴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要完全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大山小山会唱我迎接。以前有刺客的所在会发伤别。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下面咱要请原悲团来献诗。
咱要做伙来看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9章，咱要对21节看到41节。白话字圣经第156页，其他的版本啊，请咱家己来看。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9章21节到41节。现在我来读，这个事已经明白。保罗定着意思，经过马其顿、阿该亚，才要去耶路撒冷，讲到遐了后，我也着去看罗马，就找跟随伊的中两人，提摩太，伊拉倒去马其顿，本身暂时在亚细亚。当时为着主的路，有起大搅动，因为有军枪名伫美洲，并所做阿底米的军坎，以互做集合工的人趁钱无少，就组织因一级趁集合者的人讲，大家。恁知咱挖靠即个手艺来趁钱，即个保罗毋若伫以弗所，也差不多变亚细亚，用伊的款面来卖许侪人讲，手所装的毋是神明，这是恁所看见、所听见的。亲像安尼，毋若咱即号工业危险，互人看轻，就大理神阿底米。的庙也要互人目底无，搁变亚细亚甲边的所拜的阿底米，要失伊的威风。因听见就大生气，叫讲大以弗所人的阿底米，风声扰乱，已经掠保罗同行的人马其顿人该犹甲阿里达古，就担心。溃入气园，第30节，保罗心想要爱入去见百姓，也想唔准。也有亚细亚几个头目是保罗的朋友，找人劝伊无得冒险入气园，会场混乱，一人画一款，大半唔知是因为啥事来组织。有人牵亚历山大出证人的中间。犹太人也故意进前，亚历山大摇手来对百姓分诉。证人知伊是犹太人，就同声叫讲：大以弗所人的阿底米，亲像安尼约量一时久。书记官已经互证人安静，就讲：以弗所人啊，自最毋知以弗所人的城就是固守大阿底米的殿，甲。对宙斯所降落的伤啊，这个事已经未辩驳的。恁证人着静静，毋通冲动，好防这个人毋是偷摕庙内面，也毋是放毒咱的女神的。恁竟然带因到遮，若伫美洲以及遐个挖伊的师傅甲人有代志。就听小哥的日期，也有总督大家通对信。恁若问别个事，通伫合例会来议断，是因为今仔日无缘故的扰乱，惊了咱袂免得受查问，佫也无话通解即个集会的因由，讲煞就散会。以上。这时，咱要请伊牧师来讲道。现在起，伊要为咱讲道的题目是爱传扬，爱传扬。请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你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救赎，互阮会通领受这永远的福气。主耶稣，你嘛吩咐阮去，互万百姓成做你的学生。
愿你所教示的，愿着传达，互人设立归主的名，当得永活福气。主透过你家己的话，透过历世历代的使徒，今仔日也对阮来讲话，有主你的圣神来帮助感动阮，会通分享主你的福音，互众人来得救。求你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教示，你的真理，叫阮会通得到自由，当心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兄弟大家平安。咱知影即个月份是伫民间所讲的农历的7月，我相信伫即几天，毋是干那讲伫农历的7月半，伫即几天你着看见各行各业遮个商店，因头前会摆一寡遮个祭品，伫遐内底祭拜，所以咱看见有真侪遮个广告，无论是讲迄个专联，也是最近有一个广告一记讲三个爸仔囝即个太太你若看会出来，着已经过往啊着用过身伊用无共款的伫遐检测因翁伫遐摕一块杯着同甲杯倒去安尼，我毋知你有看到即个广告无我想这要传达的是啥物？即个广告要传达的是，互人惊吓，还是互人平安有毋茫？其实背后拢有伊的一个利益，对无？伊广告就是爱你去买伊的物件，你着爱用你照我的方式，我所传达的互你，你若用安尼来拜你就有通得到保庇啦咱知影讲7月时即个要普渡的时阵有真侪人因会用遮个祭品欢迎遮个好兄弟鬼毋敢讲着讲好兄弟嘛来勇敢来旅游观光因即马算迄个国内旅游嘛所以无法度出国所以来到伫即个国度，话真趣味，你知影？话讲毋敢来，为虾米？讲来爱关14天等于爱搁关14天安尼所以话好兄弟怎毋敢来安尼这是网络一寡遮个笑话啦不过咱知影讲一般的人也是有遮个惊吓，就是讲我若有拜有保庇无拜惊出代志，伊来伫遮甲我搅了。所以咱看伊的传达一个动机是啥物今仔咱看讲最近即个中华万人伫抽血检查毋茫看讲检查有一寡遮疫情遮个问题无所以引起地方甲中央伫遐来对抗咱知影最近媒体嘛为着即件代志安尼讲甲安尼真甲即个代志引起真大的风波啦咱的即个指挥官陈时中讲啥最近因毋是讲无要伫遐来公布伊就讲这是咧看牌毋敢显牌是无是毋是其中有啥物款的利益有啥物款的家己的目的当然咱知影讲遮个民罪遮个作讲话惊唯恐天下不乱对无所以因讲的检测会造成一寡你背后是毋是有研究你家己属于研究的即个目的啦当然嘛造成讲在野甲即个执政的，也是讲遮个地方的讲对着爱万人伫遐你爱入境着爱伫遐来体检安尼较无啥物代志所以逐个互遮个无甲无煞煞对无人的心拢安尼感觉无啥平安到27号来开记者会，咱台公卫学院到有咱的疫情中心地方的即个中华卫生局即个叶局长最后伫遐公布讲这公布出来阳性大概8.3%所以结论是啥？中华安全中华安全，台湾就安怎安全这检测互咱心有小可安尼较平安淡薄不过之前咱看讲是毋是有特别的目的？背后是毋是有遮个体检的遮个试剂遮个检查的遮个
工区，这拢是真大的商业的利益，所以有真侪就无共款的讲法。所以咱看今仔日透过即段的圣经保罗伫遮咧传福音的时阵，嘛引起真大的这风波，特别有这弟彼得伊伫遐来所属伫遮来煽动遮的群众对吧？起来伫遮讲哇，这咧扰乱咱引起咱无生意通做，无法度趁钱安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伊这个目的若无伫遮显开的时阵，检采咱看伫迄个中间有真侪遮个保罗爱受到攻击遮个不安的因素。今仔日咱透过这个爱传扬，人是咱想讲，你咧传的是福音，还是恐吓人的福音？弟彼得伊所传的是啥物？保罗所传的是啥物？甲今仔日咱所要传的，你咧甲人讲福音的时阵，你是拄好讲，我会讲，你若无信耶稣，我有一天你就会落地狱。互人听着感觉啥？你传的是福音。互我感觉心内无爽快，也是讲咱会通伫遮嘛无共款的受罚，像保罗伫迄个雅典的所在讲，哇，雅典人恁实在是足安怎敬虔足热心哇，连迄个毋捌的上帝，恁嘛咧拜呢，毋捌的神恁也咧拜，恁真正有够迄个虔诚即摆我甲你讲恁所写这毋捌的上帝是无物啥物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保罗，咱之前所讲，着用无共款即个说问听的即个方式所以兄弟姊妹，有当时你一开喙，是毋是人会感觉讲我拒绝因为你拢咧甲我咒诅、咒插，也是讲会通，互因开始思考讲，到底我拜是拜有对啊无？特别我咧拜咱咧拜即个祖先的时阵，到底祖先是毋是有伫即个神主牌常常透过个别的礼拜过程中，我会分享讲，咱来想看觅，你拜有对无？因为咱过去观念就是亲人过往着往生投胎转世着轮回嘛。投胎可能伊生前做了侪功德好事，所以伊投胎转世做神嘛，伫神道。若无着像一般人伫人道阿修罗道，也是恶鬼道地狱道，也是讲精神道，伊所以出世可能投胎转世去做精神嘛，无的确啦所以有遮个想法，我常常会去甲因相甲对话，就讲咱来想看觅，如果若照咱原来的想法讲投胎转世，那安尼是毋是咱的士大人、咱的亲人有伫迄个神主牌咱拜有对无啦？所以有真侪遮个方法会通去思考，甲人开始对话，互伊想讲，我今仔日我所敬拜，到底有利益伫我，有利益伫我的将来无？其实咱看我所讲的遐广告，其实嘛是用着人的心理，对过往的亲人迄款的祭祀的观念互伊不得不安怎？你若去大卖场，就一车两车安尼车的伫遐摆咧摆。其实这拢影响着咱的生活。检采你是伫公司行号，好无？头家要伫遐来祭拜神，你的立场会安怎？你会参与伫遐？为着讲要合群，要甲人斗阵，你是毋是会妥协？还是讲你真表明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无参与伫即个祭祀的顶面？今仔咱看，咱每一遍咧讲话、咧传达的即个所谓的福音，你的动机是啥物？今仔咱有初代来信主，你的动机是检采，是毋是搁亲像过去讲，我着爱做好事、做功德我传互你，我带你来教会，就是甲你度，迄款的观念，我度你，我度你，所以以后我会通修成累积。有一寡遮的功德了后，我会通上西天到极乐世界。也是当你开始咧转变你的想法，就是讲原来我得救是出自上帝恩典因为我的信心，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嘛。毋是出自咱家己的行为，免得咱家己安怎
看到你也看我铺桥造路，我做真侪遮个好事，你也看教会做真侪遮个对社区的遮个救助的遮个事工，毋是，互咱开始思想讲，原来我得救是因为我喙承认心相信接受耶稣，搁我的主成做我性命救主。所以当你咧传的过程中，你才有法度有纯正的动机讲。原来耶稣叫我得到恩典，我嘛爱去甲人传互人。所以第一个就是讲，咱了解讲，咱每一遍咧传福音的动机是啥物？甲拄仔咱所看的遮圣经，底米丢甲其他的人，因为啥物参悟伫个所在，到底有理性无理性？到底了解讲，我今仔日三甲组织伫遮，好参像迄阵人对无？底米丢一话一圣堂，伊着三甲参悟伫迄个中间来组织。今仔日你是因为啥物款的原因来到伫遮？是因为我要听真理，我要领受即款的福气，还是有迄个利益的关系？第一，咱来看讲，当咱分辨讲迄个传福音、传扬即个效应，到底有啥物款的影响力？对古早一直到现在，今仔日上帝嘛，互咱有无共款的方式透过拄仔伫。分享的时阵对无？用无共款有人用声音，过去咱会感觉讲是毋是用敢若用唱歌、用声音来学到上帝？圣经嘛有讲用啥物款的方式？弹琴、跳舞、讲古，对无？伫诗篇内底用无共款的方式，拢会使来学到上帝所以伫遮咱讲，变怎去转化咱，然后透过。咱有直播，咱有直播，然后透过拄仔可能你翕的了，我用遐还是王爸爸拄仔恁有翕，翕了，恁是毋是放伫即个 FB， 是毋是放伫咱群组？所以今仔上帝用无共款的方式，互咱做一个传播、传扬的管道，迄个效应是安怎？迄个果效是安怎？所以今仔教会。亲像圣经来讲，讲要用逐样的方法智慧，将人带到上帝面头前。有一句话讲，万民拢伫迄个手机内底，对无？当你若一举一动，甲铺伫迄个网络的顶面，人就甲你回应，对无？特别常常就有提醒了，明仔载是啥物人的生日？你的 FB 就会甲你提醒。兼且你会做一个动作来，甲写一寡祝福的话，然后你就伊就来回应讲感谢你的祝福。所以今仔有真侪遮无共款的即个传达的管道，是毋是好，还是有无共款的即个负面的反应？这咱拢爱伫遮来思考。今仔透过即看牌还是显牌，意思就是讲，伫咱咧传达的过程中间。是毋是所稳重的遮个动机会影响到咱伫来传达？保罗伊咧传福音的心态，甲底米丢伊咧传达的造成共款拢有扰动迄个当时的社会世界，但是目的效应带来是好还是歹？咱看底米丢伊所鼓舞的，就是安怎煽动。圣经甲咱讲，有真侪遮群众来，伊知影因咧创啥无？知无？毋知咧，你来今日来创啥？知。拄仔圣经你若注意听，注意看的时阵，你就知影讲，有一寡人是安怎？盲从。人讲啥？好来，来是要领啥无？来有教会有啥物好？会当领物件无？像过去讲领米粉，有遮个衫，有啥物款的资源无？底米丢伊掠着人的人性伫遮，透过安尼，咱看背后有一寡遮个计谋。今日保罗，咱顶回老牧师甲咱讲，当保罗伫遐讲道理，然后圣神感动，然后大家就安怎？将遐个有关宗教的册，遮个物件。伫遐来摕出来，然后伫遐烧，大概有偌济钱会记咧？5万。连伊甲咱讲5万到底是当时偌济钱安尼所
所以伫遮咱看，如果你的传福音若影响到即个黑暗关系的地盘，伊会做一个安怎啊反击啦吼，就从伊开始会有遮个动作，所以遮个黑暗的关系透过啥？透过 DVD， 因为当时阿底米的神庙，旧年吼，其实旧年咱的兄弟姊妹牧师带因去到伫遮个所在吼。但是无搁看到即个物件吼，敢若看到即个远废废吼，然后话踮车顶啊，毋爱行吼，总是若对牧师行入去，检查你会小可有知影讲哦，翕到迄个所在吼，迄个是当时世界的七大的即个景点吼，这是当年阿底米神庙的一个外貌吼，总是今仔日咱看伊剩啥？剩一两支条啊，伫遐哦。但是伊利用即款的，就是讲，你也看保罗传福音来亵渎着咱所信的神明，但是伊用一个开始哦，甲你我有关系，讲你也看，哦，安尼咱做生意做袂落啊啦吼。伊佫讲吼，咱的神明吼是用人的手所做，毋是神啊，所以伫遐来亵渎伊安尼。所以你也看，有真侪遮个背后，第一个就是甲人有利益的关系，人就开始安那好，我来符合你。无安尼，咱就无生意做。好，亲像你若去大家的所在，哇，伫遐传福音，结果影响到迄个大家地区了，安尼影响到啥？影响到遐做妈祖的这文创商品嘛。下集的顶回，咱看迄个为虾米伊硬要伫遐来设景？已经做真侪，你有透过媒体，你有做有真侪迄个相关的商品已经做好势，保安服啦、锁匙圈仔啦，也是讲有真侪遮无共衫啦、等等遮，所以无互伊设吼，即伫遐设景的时阵，你也看造成影响的伤机有偌大，吼。但是因为偌大，因为疫情的关系，好亲像你看今仔日。咱所看的经文，上帝透过这个书记，伊管城的财务，甲一寡遮个档案、文书，所以上帝也透过伊检查伊心内有一寡遮无纯正的动机，另外有其他的动机，所以上帝嘛使用遮个人伫遐来成就上帝要伫遐保护使徒保罗到要互传福音的这个事工会当搁较顺利。底米即个女神哦，咱看这是伊的像，所以遐个人因会将即个像来做一寡遮个新刊银刊用滚做小即个小视频的，种你会通挂伫身躯，你会通挂伫即个老残做破链吼做手链等等遮，像你摕倒去到伫厝伫遐来做一个新刊伫遐来祭拜吼。如果你若去以色列的该撒利亚、腓立比，耶稣问学生讲：恁讲我是啥物人？别人讲我是啥物人？你若去看遐壁，就有一寡遮个蜡蚵，迄个就当时咧藏神像的所在吼。所以伫即个以弗所，咱看讲过去因为即个景点真出名，世界有名，然后咧成做一个观光的景点当然相关的遮个商品。会伫遐来流通，会伫遐来买卖。这是希腊神话内底吼，伫掌管讲拍蜡，也是野兽、生育。你也看伊形象有足侪联邦，有无？迄个就是咧象征讲供应，然后伫遐少女、妇女等等遮个有破病吼，拢会通伫遮来守护相当于罗马神话迄个戴安娜迄个艺神。所以伫遮，咱看讲，即个影响迄个地区非常的厉害有旧年咱去以弗所时，其实即摆拢差不多剩遮个围遮遮个一寡条仔啦较无有亲像以色列有真侪遮个较完整的纪念教堂等等遮咱看伊当因迄个费尽心机伫遐讲要。将即款的暴动，然后引起互大家因为利益的关系受损害来处理保罗，甲伊同行的即个加油甲阿里达国，
咱看见吼，即有人是讲，我若是保罗，检出你是军队吼，有当时也因为安尼伫遮来安怎受到波及。所以咱看见当伊用心计较费尽心思伫遮要安排即个步道，然后引起即款的机会来消灭保罗。所以上帝却用即个书记官，伊是头人管理，然后呢，伊会通透过伊来化解危机。咱来看即段圣经内底就是讲，咱看以弗所，伊呼吁者讲，来咱来想看觅啊。伊一方面伊足够讲话，讲咱看咱的阿底米神吼，迄是对宙斯对迄个神明遐来守护者吼，毋是亲像保罗伫遐所讲的，所以伊徛伫啥？徛伫遮以弗所人立场咧讲话。但是其实背后有一寡只动机，你知影？如果伊所主管的遮个城市若有发生动乱，那安尼罗马政府就会派军队来安怎？你地方作乱，所以就派军队来甲你安怎消除镇压。第二，咱看讲，教会是一个财务透明的所在，所以咱每一个月咱会公布遮个财报。总是咱想看觅啊，遮个庙有遮个甜悠悠啥物，深受遮个小目清楚。所以加减伫咧中间，迄个财务是毋是有清楚就一个问题？是毋是因为这动乱来引起财务受检查？第三，咱看讲检测即个书记官是真公正，然后咧，咱看伊讲伊透过新闻加油甲阿里达古了后，讲因都无做遮个代志，因嘛无骂即个阿底米，因嘛无去神庙伫遐个偷体啊，所以怎落尾安怎害因的性命？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传达的过程中间有无相款的即个动机？所以保罗伊用心良苦，伊伫传福音，亲像咱用心良苦，咱伫遮吼带人来。然后咱伫10月25，咱55周年，咱嘛透过讲用福音的餐会，嘛会通设定对象，邀请人来，为着就是要互人甲咱同伫福音的好处。保罗伊嘛是相款哦，会当付出遐尼大的代价，嘛是为着啥？为着骨肉至亲，伊会通伫遮来得救。所以每一遍个别礼拜日，拢需要搁一遍提醒外地的人，互咱知影讲，咱是毋是？伫外地时有把握着即个永远的救恩，毋通到伫临终的时，咱看要掠条即个。所以每一遍的即个面谈最近我要甲遮个洗礼兄弟姊妹面谈，我拢会伫遐问因所了解的有真侪要洗礼，我问讲，安尼恁有了解圣经即本圣经内底有分啥物？分啥物？啥物约？旧约甲新约。后来旧约几卷？牧师我不知道。我讲不要紧，知影毋知不要紧，我即摆甲你讲，你甲记起来。所以旧约对创世纪甲马列基书几卷？拢遐细声时，我逐个拢毋知嘛。39卷，来大声讲一下。迄毋是菜卷的哦，迄个举荐哦。对创世纪创出你民生哦，遮个历史哦，然后王国历史哦，遮一直到马列基39卷，三九偌济？所以新约是27卷，安尼做好记吧？对马太福音一直到上尾一卷啥？启示录所以兄弟姊妹，你信耶稣遐久啊，至少遮基本的你嘛知影一本圣经有分旧约、新约，然后旧约39卷，新约27卷，加起来66卷。对创世纪咧讲，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伊是咱生命的本源。到伫中迄个福音书，咱看耶稣基督来成做拯救的管道。然后到伫启示录，甲咱讲咱的灵魂要何去何从，有最后的徛家。
牧师已经将上好的这个福音的精华，甲咱讲，所以透过耶稣基督成做一条路。兄弟姊妹，安尼甲记起来，以后人甲伊问讲，你信耶稣偌久？你知影耶稣是啥物意思？圣经到底几卷？你总会当答出来吧？所以即摆咱看保罗伊伫遐用心计较，然后伫遐建立教会，伫遐来训练来装备，来训练遮个会通承接即个福音，亲像今仔日咱事前传道，咱土产的咱家己栽培了话，送去新人院，搁倒转来咱家己教会。通常是送去新人院了，像阮是爱抽签。你抽到平湖，你就去；你抽到安怎？外岛你就爱去。总是即摆有多元的这方式。因为咱教会支持伊，专业去支持，所以去到伫新人院读了，会当倒转来到伫家己的教会，伫遮来服务，做团队。所以保罗，你也看伊嘛是用心良苦，伫遮到伫逐所在巡回，然后建立教会。不管有遮犹太人高甜伫遮四界底找伊看帮伫遮要来害伊。特别到伫这以弗所，咱看基督的福音已经安怎影响着因的这个生存，影响着因的生理。所以遐卖金的啦，卖香的啦，卖遮个一寡相关的用品的拢安怎起来伫遐来攻击伊。因嘛是用心良苦咧，用伤真侪遮个计谋，就是要除掉这个保罗。所以保罗伊伫认捌即个福音了，伊感觉受苦是对伊有利益，所以食苦甲当做啥？食补。有人想我苦袂起啊，总是要军队耶稣，有当时爱苦会起，因为你甲人传福音，有当时爱互人安怎拒绝。马街写的一寡宣教师来传福音安怎，互人破屎破尿咧，伊嘛是共款安怎听因为因。像耶稣，互人伫遐喊话讲钉十字架，总是安怎？伫十字架顶讲爸赦免因，因为因安怎？毋知啦，毋知因咧做啥物所以面对遮个所来的责备刑罚，有两种。第一种是因为咱家己的犯罪，所以咱爱受到即个责备。第二是因为你所传的是会有影响力，所以会致到互即个黑暗的关系会开始反击，要甲你弄。你毋免艰苦心，因为你爱感觉讲欢喜。为虾米？你上帝使用你是有影响力的，所以因为你所传的就影响到迄个黑暗的关系，所以毋当会有啥物动作。若无你无啥物影响力，伊根本就无爱插你。兄弟姊妹。所以伫遮咱讲保罗伊所传的已经有伫迄个以弗所的地区，伫遮来成做一个真大影响力。我相信上帝透过咱要安怎来影响伫即个城市、即个社区。阮即个人感觉哇，咱的据点做了真好，咱的同工嘛受训练，嘛去到别个据点伫遮咧服务。感谢主，上帝透过伊甲伊教会，透过咱正兄弟姊妹的奉献，透过大家同心合意的即个兴起即个福音。所以感谢主，最近咱伫隔壁2楼，咱已经买落来签约，总是阁有后期两期要付款所以期待讲咱伫即个付款了后，好势咱毋望迄个所在会通成做是一个新的做礼拜所在，会当坐超500个所在。所以这个未来，咱有一寡这想的意向，总是拢需要兄弟姊妹大家同心伫遐来去做这个教会。较要紧去做教会，教会毋是干这个建筑物，毋是咧讲这个建筑物，是咧讲啥物？甲你的边仔讲，你就是教会。所以教会使命就是爱去传，爱去分享嘛。所以今仔毋是等人来啦，所以保罗主动来出击，去震动着人伊内在心灵。所以咱看讲，当伊安尼做的时阵，就影响着迄个地区性，互人甘心乐意伫遮，将遐个过去、遐个有关一寡宗教的册、遮物件用具，拢摕出来。咱看讲，
过去的神庙真请样，吼，伫遐世界的机关，人看比迄个雅典的即个神庙搁较大。但是咱看讲，即个人因为认捌真理、认捌耶稣了后，所以因好亲像咱去一个家庭做性别礼拜的时阵，哇！有人讲牧师啊，你知影当时我买一仙十外万，哦，这关公10外万，哇，这神道偌济钱安尼，因真感慨，因为伫迄个敬拜热情中间，啥物货拢敢开。但是当因认捌耶稣、认捌这救主、认捌这真理了后，因甘愿伫遮讲，虽然贵啦，总是安怎好啦，哦，甲处理你的，哦，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上帝的神来感动人。然后震动着人的内在，所以这个人啊，因伫遐将遐摕起出来5万箍，5万箍等于一万啊，1箍是等于迄当时工人的一工的工资啦。那安尼啊，趁偌久？137年的工资啊！兄弟姊妹，想象起来足济，所以伫遮咱看讲。保罗伊透过传福音开始伫安怎整理人的即个理性啊，上帝也透过书记官吼，伫遮咧提醒讲，咱要有理性吼。虽然伊背后有其他的动机，咱毋知。总伫遮讲，啊有去偷窃无？无啦。伊有偷骂无？无嘛。哦，所以伫遮伊就主动出来，伫遮维护迄个地区性的安全啊，处事。所以毋茫透过安尼，互即个整个的处事会当拢无动乱，这是电影歌上需要的吼。啊，恁若有讲有遮个，你着照正常的程序嘛，你莫伫遮安尼黑白煽动、黑白乱。所以这书记官上面上帝也使用伊互人会当回归伫即个理性。所以有当时啊，咱嘛看伊讲，即个福音嘛要帮助咱。到底咱拜是对毋对？互咱开始去思考，我到底有伫即个真理的顶面伫敬拜啊无？所以咱看讲过去真请呀，总是有一天遮拢会消失。但是今仔日教会无相款哦，即个福音是毋是会通一直传一直传？对古早上帝所应允，一直到现在。今仔上帝透过咱，诚做是一个传道传达的一个管道。我甲遮个所有关人讲，我讲恁做一个真好的决定。伫咱教会5楼签约的时阵，其中有一个年长者90外岁吼，90外岁阿嬷，伊甲我讲牧师啊，阮老母较早嘛基督徒咧。我就甲即个阿嬷的囡仔吼，甲阮有真好的读书的时候，我讲吴经理啊，你知影你有即个福音的 DNA 啊无？因为你的外妈较早是甲马街迄个当时迄个时代咧，所以透过安尼其实有机会甲因咧对话。我讲教会万年久远。咱遮个人有一天拢会过去，但是上帝透过教会不断地，互遮个福音会通一直广传。遮个神庙千万年都无搁再存在，无搁再人拜遮个阿底米，所以互咱看伊讲，为上帝真神永远存在，伊的话嘛永远存在。所以保罗伫遐来鼓舞人的心，互人会通捌这真理。因他愿意伫来弃杀因过去所掠掉的，因感觉宝贵的，因感觉会当保护、保庇因的。今仔上帝互咱，无论面对即摆民间所面对即个农历7月吼，毋敢创啥，毋敢创啥。所以过去2礼拜拜六的即个个别礼拜，我甲商家讲，其实上帝所创造的每一天、每一时，拢是好时好日。所以牧师安尼算2天拢是民间看最好日，安尼你知无？所以好日爱搁加一寡介绍啦。我著问迄个总医师讲，啥物叫做假日加介绍的日吼？伊讲牧师啊，迄个民间虽然农历7月，总是这也是好日啦。
兄弟姊妹，咱感谢主，无受到遮个人所定的，因为日子是人咧管，毋是伊去管人嘛。所以当咱认捌真理的时阵，真理就透放咱，互咱袂受到遮个日子生神伫遐来咧恐吓咱，伫遐来咧束缚咱。保罗，你也看讲，伊传福音伫迄个传道过程的中间，咱过去所听到的巴耶稣，也是互人控制迄个女婢。因为迄个背后的关系，互因会通替因趁钱，总是安怎，互人无自由。总是上帝透过保罗祈祷，赶走遮个邪灵，互人会通伫迄个生命中间重新恢复，然后重新知影讲我是啥物款的人。咱做来读这段圣经来，出来一定是要偷掠、要杀、要毁灭。我来是要互因得到活命，得加真丰盛。保罗咧传的就讲，恁若信靠耶稣，今仔日来信靠耶稣，洗礼归入伊的命，你就毋免去受到遮黑暗关系的遮搅扰。因为当你洗恶的时阵，你讲我信上帝做我天父耶稣基督做我救主，圣神做我保护术士，你是对灵界所有的洗恶的讲话，所以互耶稣的救恩保护。热坎伫你的心上，诚做是一个保护。兄弟姊妹，今仔咱是有福气的，但是今仔要透过上帝话，搁一遍来提醒咱，互咱知影讲，你所得到的福气，上帝话是有功效的。所以祈祷安怎，就是会当捆绑、赶走遮黑暗的关系。我甲一个姊妹吼，咱的慕道的咱的姊妹带来吼，伫讲话的时阵。牧师啊，我当时要去金门佚佗，边仔讲，这段7月时你毋惊吼？哎哟，7月时吼，牧师你甲我祈祷者好无？我带伊祈祷，然后咧，我教伊一个方法，讲你若去住吼，因为迄个房间、迄个饭店，过去毋知发生啥物代志，咱知影有这灵界的事。有这黑暗关系的存在，总是你去住的时，你安怎要互你平安徛起吼？你入门，你做一个祈祷，讲奉耶稣名，你家己来清去这个房间，赶走遐个搅扰我的这个关系离开。耶稣你保护我，互我伫遐住暗时困拢无受搅扰，靠耶稣的名，阿门。感谢主，有一间倒转来。牧师，我佚佗转来吼，有平安，真平安吼，搁炸一包贡肠转来互我安尼吼。兄弟姊妹，上帝话你若会晓用，迄是真做你的帮衬，真做快乐。所以咱要传扬的上帝话是吼，互人的心得到自由，袂受到迄个日子，也是遮个鬼神的束缚。你知影这个普渡来毋茫伊一个月了后，伊结束。即个旅游的时阵安怎？毋知有发300件无？我毋知啦吼。总是了，你爱赶紧走嘛。若小鬼毋走要安怎？你注意看，有人伫普渡中间采一仙叫做观音大师，俗称鬼王。这小鬼若毋走，好兄弟若毋走，就请鬼王、观音大师甲赶。所以我甲因对话，若鬼王走要安怎？就请耶稣甲赶走吼。所以兄弟姊妹，咱可能爱思考，咱咧甲人讲福音时，我对圣经真理捌无？上无基本的。所以你若感觉无啥清楚，阁有一遍即个基要真理的课程，伫即礼拜六要有真理的课程，你会通来上。咱来想看觅，我传福音动机是因为出于上帝疼，出于上帝恩典，所以我白白得到，我嘛白白要分享。第二就是讲，你要安怎发挥你传福音的一个影响力？咱虽然是关键的少数，全上帝要使用你，诚做是有影响力的。咱做伙伫遮去立扬州诗歌，咱来回应上帝恩典。上帝听是无限的，所以主甲咱三同在。当咱咧甲人讲福音的时，嘛甲伊讲，耶稣、以马内利是上帝甲咱三甲同在，所以你免惊。你若惊，我替你祈祷，互你
有主的同在保护，你就免惊这个鬼神。兄弟姊妹，上帝要使用你，成做这爱传扬福音的管道。咱用这首诗歌来为主的话。主，你是我的生命，往何人心斗阵行？望着有你甲阮来作伴，甲无有你的引带。主，你是我的生命，往何人心斗阵行？望着有你甲阮来作伴，甲无有你的引带。感谢你对阮的爱，予我机会对头来，一定要温暖阮走天涯，伊使永远甲我同在。我要大声，我要大声唱，予人知。耶和华有无限的爱，世间的人拢来敬拜。耶和华是完全的爱。我要大声，我要大声唱，予人知。耶和华有无限的爱，世间的人拢来敬拜。耶和华是完全的爱，世间的人，世间的人拢来敬拜。耶和华是完全的爱。咱做来祈祷，主你来就是要叫阮得到活命。你所享受的活命是丰丰富的活命，是有平安的，是有喜乐的，是有疼，是有毋忘。你也爱阮将这个福气分享予阮的亲朋好友。愿主帮助阮，有亲像保罗迄款的勇敢，有亲像约瑟的智慧。然后伫咧分享时，较要紧就是想起上帝伫安怎怜悯阮，互阮有机会得到这个福音。我嘛要将这上好的福气、好消息，用无共款的方式分享予阮四周的人。主，这是你的心意。毋望万人得救，无毋望有一个人沉沦。你爱阮传扬，你爱阮去引带人来到你的面前，当得福音的好处。求你的圣神甲阮三同在，我告你所加添，互阮快乐，愿凡事拢会。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叫圣名，阿门。请坐。这是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若是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
的上帝，你是阳光，你是尊贵，你是阮的保护者，你的话一出就定，阮就换新的性命，你的真理，你的应允，互阮做一世人的帮赞，拢无欠缺。阮要献上感谢做者，也献上对你来的时间、金钱、财力，甲你圣工做伙，求主感力，安尼祈祷是靠耶稣的名，阿门。请坐，下面咱请牧师来做过。好个大声，咱要欢迎头一遍伫咱中央做伙来敬拜兄弟吼，单纯家兄弟甲伊的细囝吼，陈文安吼，伫咱中央，请恁起来来欢迎。感谢上帝说，阁有咱的事前团队的爸爸吼，伫咱中间，咱来欢迎一下吼。其他阁有头一遍伫咱中间做伙来敬拜兄弟啊无？好，若无咱来看周报的消息。咱伫9月初六吼，就好像着伫第5次的圣礼典吼，已经有报名成人洗礼、更新礼，甲信仰个别小于洗礼遮兄弟吼，也是家长，咱伫即礼拜六吼，即礼拜六9月初5暗时8点，到伫5楼抗疫的会议室，伫遮来问道理。咱为着要配合政府的新的政策，无法度保持安全的距离，咱就是爱挂喙罨吼。无说是因为爱讲，所以甲咱离较远，所以就伫遮无挂，总是落甲咱接触就爱挂吼。所以咱保持伫即个一个安全的距离，也是讲保护咱家己的安全。今仔日下昼3点要举行思前团导师方任做青年牧师受接感恩礼拜请2点半时，请咱的小会员伫5讲的会议室伫遮来参加咱会先开一个特会。咱伫55周年的庆典内底一起挥舞舞动人生这个老相片来讲当年你参与的故事啦吼。还阁无介济吼，今仔日上尾吼，毋望咱会通未来即礼拜，又会通提供你所有的相片吼。我有伫网络看者来看，迄相片内底，20年前的即个相片哦，拢有真好的一个回忆哦。所以鼓励咱拜托伫即礼拜中间吼，准备咱选一2张即个你过去参与教会一寡活动的相片吼。咱也伫55周年的庆典吼，感恩礼拜10月25，咱有要伫博苑的即餐厅伫遐举行礼拜，阁有即个庆祝的餐会，请咱小组咱各区来报名，一个人是200块吼，咱会通邀请设定咱的无信的亲人朋友做伙伫遮来参加。咱9月初7是双年大学第2学期的开学，欢迎年满50岁以上咱兄弟会通报名注册，也有新开的即个智慧手机的课程，请咱会通伫遮做伙来参加，也旧生若有介绍新生吼，有一寡遮的奖励，请咱家己伫遮来看。好，来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读2遍吼，今仔金句做伙来。这水已经明白，保罗定着意思，经过马其顿、阿该亚，正要去耶路撒冷，讲到遐了后，我也着去看罗马。使徒行传19章21节搁一遍。这水已经明白，保罗定着意思，经过马其顿、阿该亚，正要去耶路撒冷，讲。到遐了后，我也着去看罗马。使徒行传19章21节。最后，咱来吟祝福的诗，圣诗403首，注册经我圣诗403首，吟诗煞，咱要请伊牧师来祝祷。
甲咱起立。主切牵我，主切牵我，主切牵我，耶稣叫你切牵，主因带我，主因带我，主因带我，上帝叫你因带，主充满我，主充满我。当心祈祷了，上帝说：当你们出去奉主的名，主的权柄，甲你三甲同在，赢过黑暗的关系。愿恁所捆绑的，伫天顶也要捆绑；愿恁伫地面上讨绑的，伫天顶也要讨绑。愿主上帝永无改变的疼，正做盾牌，四面来固守恁，互恁每一工充满上帝同在保护，也有圣神的感动。明白真理，真理互恁得到自由，也带人来当得福音的好处。对这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免。请坐，请咱灭倒。今日咱的礼拜到这，愿上帝所咱彼此伫遮来请安。咱的下晡3点有这事前传道的项目，请咱有缘会通做伙来。